今天说杨惠如，那我们谁出钱给杨惠如在做这件事情？那个才是在追的啊。有人说其实不用追，我也知道啊。是谁？大家知道就好了。大外界都说他是民进党的王。最近怎么变得比较瘦？怎么回事？你觉得是民进党的网军吗？每一党都有，我们敢讲，就是我们没有钱可以买网剧的，所以才批评别人啊。像人说检察官，其实检察官那个起诉有个这样怪，就是说，我也不相信杨惠如自己拿自己的钱出来再收买下线嘛，对不对？那一定是上面有人出钱的。那个要追查是上游啊，不是去追查他，所以常常我们今天在找那个警察大学的教授来上行政中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行政中立的问题不在基层在高层。他说你要整治淡水河，不是在巴黎关渡那个地方整治，那在上游，你在上游水土不保时，他再去巴黎关渡都已经在下游去整治淡水河哪有用？这句话其实都可以用在这里啊。今天你说杨惠如，那我们谁出钱给杨惠如在做这件事情？那个才是在追的啊。有人说其实不用追，我也知道啊。是谁？大家知道就好了。大外界都说他是民进党的王。最近怎么变得比较瘦？怎么回事？你觉得是民进党的网军吗？每一党都有，我们敢讲，就是我们没有钱可以买网剧的，所以才批评别人啊。在刚刚发脸书说网军发大，其实网军哪有什么发大财，发小财而已啊。就是工人嘛，就是。我觉得每一党都有，民众党有吗？就是没有钱啊！要是我们就是没有钱才敢讲别人啊！我想说，要是有钱，会不会我们也开始做这个？所以有钱你会做这件？不是啊，所以说有钱的那一天我们要自治。所以后来为什么不喜欢去募很多钱，就是这样。这个钱多了就会想东想西。靠联网军联可让钱少一点。有一见面有私下聊什么吗？跟侯友宜见面有私下聊什么？有啦，其实我们台北跟新北有很多业务还是相关的，包括我跟他讲说那个像黄赌酒驾那个体系还是要大家一致，所以包括那个环状线还有像汐止民生线大家都要瞧嘛。我觉得侯友宜市长是做事很认真的，而且他也不然奇奇怪怪，他就是很踏实的在做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行政首长。他有跟你聊到说怎么不跟韩国瑜同台吗？没有啦，伊讲我就是认真做代志嘛，你政治的种是有需要，我也袂去逃避的政党的分际该做他会做，你就卖，伊讲我就是，我想他跟你们讲话应该也是一样，我就是做事的人嘛，我就是市政为主嘛，村内该做他还是会做的，就这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扎实的人。这样的问题在民众党现在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小组来收集网络上面恶意批评的一些文章？那你要去问蔡壁如，问张哲阳跟蔡壁如。你赞成这样子的做法吗？去收集，然后不排除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些状况，一些恶意的批评。其实网络的恶意批评真的要用法律的手法去处理也不容易的，毕竟量太多了。所以，我比较正面的看法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很不喜欢的事情都把它当作说国家进步过程当中的阵痛期，克服过去就好了。可是对党的候选人好像不认为这是阵痛期，好像提高网军，因为他太痛了。